大家好，澳門事。據本澳媒體報導，日前喺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議程前發言中，委員梁志亨留意到幾條跨海大橋經常交通擠塞，為此佢提出3點建議嘅一，研究長期開放西環大橋下層通道嘅可行性，將電單車車道改至下層通道，並且騰空上層電單車專道，同時令到西環大橋上層變成雙向6車道行車，以應對日益增加之車流量。二，於4條跨海大橋設置 ETC 電子道路收費系統，唔同時段唔同嘅車種增加繁忙路段收費，以經濟手段調節同平衡跨海大橋車流負載同交通服務水平，引入收費使行車成本上升，亦都可以令到部分人改用公共交通，使公交優先同綠色出行再取得進展。同時可以考慮引入智能交通系統，實時動態按路段交通服務水平調節收費。3，上調澳門大橋車速上限，借此縮短行車時間同提升效率，吸引更多人使用澳門大橋，並且疏導友誼大橋車流量，而且更可以考慮設置時段多成員車道，鼓勵共乘，除減少路面車輛，亦有效推動綠色出行。